嗨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嘅國標頻道啦。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介紹下呢一款手錶，咁就係一款擁有住顏值好高嘅國產機械手錶，咁就係北京品牌呢一個北海星空嘅系列。我哋即刻去片睇睇。如果大家係想揾一隻有內涵、顏值又係一啲頂級嘅中國國產嘅機械錶嘅話咧，咁而呢一款北京嘅北海星空咧，絕對係值得一睇。咁而手錶嘅直徑咧就係40mm，而厚度咧就係9.3mm。超薄嘅錶頭，咁而無論係手操、手遊或者係男士、女士戴上手咧，相信呢一款手錶係會突顯出優雅斯文。而返工或者係約會嘅朋友咧，絕對係襯得起呢一款手錶。咁而呢一款手錶最吸睛嘅地方咧，就係呢一個加金石星空嘅錶面。咁而靈感咧就取自於北京北海公園嘅夜空。而呢一個錶盤深藍底色，入面就滿佈咗呢一個細碎嘅閃粉。咁而喺你轉動呢一個手腕嘅時候咧，就可以見到星光嘅流動，而光線一照就係滿天星河。咁而每一款手錶嘅錶盤裏邊嘅呢一個星點咧，亦都分佈不同。咁只可以講係一個低調中嘅奢華，而獨一無二。咁喺12點位置咧，就有一個經典嘅天安門標誌。咁而喺6點位置就係呢一個細廟盤，3點位置就係呢一個細嘅日曆槍。而呢一個條釘嘅刻度，再配搭翻一個銀色嘅劍針。復古正裝風格裏邊咧，係完全睇到簡單而唔雜亂。咁再配搭埋呢一個銅色嘅竹節紋藍皮錶帶，縫線方面細緻，而蝴蝶式嘅錶扣隨戴都係非常之方便，軟熱貼手唔焗。咁而錶鏡就用咗藍寶石水晶玻璃，30米嘅生活防水。咁而內部嘅機芯咧就取自於北京自家研發嘅 B18 手動上鏈機芯。咁如果講起北京3針嘅手錶嚟講嘅話咧，咁除咗係陀飛輪手錶之外，好多手錶都係以一啲密封底為主。咁而呢一款手錶就做咗一個全透視底，咁而帶出咗呢一個鵝頸嘅微調機芯。咁而透底蓋咧，亦都可以欣賞到呢一個全打磨嘅機芯結構。咁而呢一類型嘅手錶喺北京錶裏邊咧，亦都係比較少有嘅。咁我相信玩開機械錶嘅朋友咧，都會中意一啲手動上鏈嘅儀式感。咁而呢一款手錶咧，就可以考慮入手啦。咁而呢一款手錶嘅限量版咧，就1958隻。咁而呢一個數字咧，就係紀念北京手錶廠咧喺1958年度成立。咁喺國產正裝手錶裏邊嘅話咧，呢一款手錶係屬於一個百搭不厭。咁而自己佩戴或者係送禮咧，我都覺得係非常之大體嘅。咁如果大家係嚟到門市嘅話咧，不妨可以試上手，了解下呢一款手錶。咁而今集嘅國標報道咧就差唔多啦。如果大家係有啲乜嘢想要查詢嘅話咧，咁都可以致電我哋嘅門市，咁或者可以直接嚟到我哋嘅門市咧，就試戴下，了解下更多唔同款式嘅手錶。好啊，今集嘅呢一個國標報道完畢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